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创世纪26章23节到25节，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实的疼。伫政治上，咱讲无有永远的朋友。实在是咱搁较明确来讲，应该是讲真少有即个永远的朋友啦吼。国际中间嘛真大部分拢用即个国家利益来做思考，因为呢，明年1月份的总统大选甲即个立委的选举。最近看到台湾政坛顶悬真侪的动乱，咱不但看到有人因为想要参选总统伊的立场安尼就摇来摇去安尼吼，甚至也看到一寡政治人物甚至咱会当讲是政客啦吼，伊咱为着求一个一官半职来改变家己起初的立场，失去迄个起初的疼。这种用利益来挂帅的思考、追求的目标，这种的态度实在是会通讲是违反着基本的人格啦吼。不过呢，嘛好那亲像有例外吼，咱知影伫2011年。日本311的大地震了后，一直到今仔日，一旦就有机会，咱就会看到有一寡日本人总是会举着迄个布条啦，或者是用纸板顶悬写着一个"谢谢台湾"吼，这种的字吼。虽然台湾人对日本的捐献，地动的捐献，就亲像台湾对其他所在国家遭受到自然灾害的这个捐献同款，拢是尽力来做。但是日本人却真特别，安尼真心诚意，一直安尼表达感谢。这10几外年来吼，无有改变过。反倒当上款接受到台湾这个灾难捐献的中国，却用这个飞弹、用飞机来射台湾，这个军舰来扰乱台湾，表达感谢嘛。伫拜三新安宫的途经，咱研读着诗篇36篇第1节到第4节，讲着人的罪恶，人的软弱，到5节到12节呢，描写上帝用不变的疼来款待人。第5节的经文安尼讲，上主你不变的疼，上到伫这的天，你的信实来悬过这的云。上帝的疼是真实的疼。是不变的疼，就算是讲人违背着上帝的旨意，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上帝对人的疼却是永远无改变。创世纪26章第23节到25节，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讲，以撒离开迄个所在，搬到伫别是巴。伫迄个阴暗，上主伊来显现，对伊讲："我是你的老爸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甲你同在，你毋免惊。我为着我的仆人亚伯拉罕所下的应允，我要赐福互你，甲你会行行顺顺。"以撒就伫迄个所在来起做祭坛，敬拜上主，然后就伫迄个所在来扎营。伊的仆人伫遐又搁挖一口井。上帝互
亚伯拉罕的应允并无因为伊死去来改变，佮延续到伫伊的囝。上帝嘛应允以撒要祝福互伊，亲像上帝应允祝福互亚伯拉罕共款。其实整个圣经的记载拢写伫即个上帝的应允。也就是讲，基督信仰事实上就是用这个约做基础，是上帝互世间人的约，是来表明伊真实的疼，无改变的疼。咱知上帝是一位怜悯的上帝，伊是施恩的上帝，甚至为了要来表明伊的疼，伊想赐着独生囝耶稣。成做世间人的基督，来享受伊的救恩。诗篇36篇所指的上帝，就是一位无扣分、无记冤仇、满有怜悯的上帝。亲像先知约拿伫咧甲上帝咧论证的时阵，伊所讲的话。上主啊，我离开家乡的时阵，我毋是甲你讲，伊一定会安尼做嘛？就是因为安尼缘故，我尽所有的力来逃到伫他死去。我知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无快快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你会改变心意，无要处罚人。所以，上主啊，互我死吧！我死比活着较好。这是约拿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的经文的记载。耶稣基督嘛对伫这个法利赛人讲，患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健康的人毋免。又佮讲，我来是为着要拯救罪人，毋是要来救义人。路加福音的经文也提到着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。伊讲，耶稣门徒讲，互人犯罪的事是必然会有的，但是造成这种事的人要害啊！不如用大块木石来绑伫伊的阿妈棍，互伊沉到伫海底，安尼阁比互伊任何一个智微细的人犯罪阁较好。恁总是爱说字，如果恁的兄弟犯罪，就宽免伊；若是伊悔改了，就爱来赦免伊。如果伊伫即天内底得罪你7摆，每一摆拢回头对你讲我后悔啊，你就爱来原谅伊。这段经文的教导有2个重点，一个是耶稣基督论到着遐互人犯罪的人，因的罪是大的。另外，对伫遮会得罪咱的人，就爱做摆来赦免伊。只要伊是迄个愿意悔改的人，这个教导就亲像耶稣基督教是咱的主导文咱的基督讲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这个就是咱咧讲上帝真实的疼，无改变的疼。咱领受着上帝的疼，当然嘛爱用相款的疼来对待人，用安尼来表示咱是上帝的仆人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袂记得我要偌久，到永远是无。
你面越走，毋看我要偌久？我忍受痛苦，规日心忧伤，得到偌久？我会对着高声赢过我，得到偌久？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来看顾我，应答我，互我的目睭金金，才免伫我困到死去，才免伫我会对着讲我较赢伊，才免对我的敌人伫我失败的时来欢喜。毋过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我要唱歌称赞上主，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。感谢上帝赏赐赦免的恩典，用真实的听来听阮，将来毋袂捌改变。就算是阮因为软弱来离开上帝的真道，但是主会听犹原接纳阮悔改的心志。求主帮助阮回归伫这个真理的道路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